这个电费钱若起价，恐惊会带动物价嘛对得起。来看台南的咸水有一间在地出名的老店，因所卖猪头饭一碗才10块，47年来毋捌起价。因为最近这几冬来成本一直增加，头家不得已最近是起价咯。起5块，一碗变15块。也毋过老顾客讲，安尼也是正常。另外，伫个高雄的中孝市场有一档咧卖这个素食煎饺的，嘛是真便宜哦，一粒只要3块。头家讲，因一工平均会当卖出3000粒。人客食无够，抛开点挂，嘴烂碎哭哭诉。这一碗是猪头饭，乃无猪头。论真，猪头饭就是用猪头皮含在内米来煮，和猪油、甲白饭、甲掺做伙。每一嘴饭拢食到猪油的香气，这嘛是台南咸水的在地美食。其中，伫咧条金路含青庄路，这一档是做正苦，过去一碗敢若10块。不过最近头家搭红单啊，要来甲大家讲起价啊，即摆一碗是15块。如果去观察看看哦，个看袂过啊，已经系啊，所以无起落来。台湾40几张无去啊？47年，自开业到今天，做47年来第一摆起价，无法度关不了起价，高不离中买对得起。现在有的卤肉饭都25、30了，对，所以有的他们都会觉得可以划算，对，蛮合算的哈。对啊，物价大拢低啊，所以 OK 啦。人客感觉无啥，毕竟一碗15块，佮配烟肠一盘菜肉，佮来一碗汤，唔免一拍。头家做人有够慷慨，小个大碗的够高雄这一摊。一粒一粒煎饺煎甲滋滋 Q， 一边的外皮煎甲定酥，淡薄赤赤，一点满满的煎饺，1万天就随风烧甲老碎。高雄中孝市场内底，这一档素食煎饺摊卖33档，有真侪市场老顾客。还蛮好吃的，然后用料实在，它很好吃，很好吃，然后就是要等很久。因为好食佮俗，一粒素食煎饺敢若3块，头家讲薄利多销。一天大概可以卖几颗？超快要3000颗。这个南山美食，互大家下当食饱甜，过当省钱。伫咧这个年代，万项物件拢伫咧起，互人客感动甲讲，实在是有够甘心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